成大南港建筑科第113学年度成立 BIN 数位建设科技应用实验班，第一天特别甲合同建设等3间营造公司签署培育符合产业需求的专业人才，开创校园甲产业合作新典范。整个土木建筑呢的营造业啊，是我们整个工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啊。那我们土木建筑群的话呢，我们希望能够引进了 BIN 的一个课程。那我们感谢呢业界能够提供我们课程的研发。这摆合作长达3档的时间，当中双方将建立教学甲技术资源共享平台，共同推动相关实务课程，业者嘛将教校园协同教学，在寒暑假甲课后时间提供学生实习的机会，取得 BIN 技术专业知识甲实务的经验，加强学生就业竞争力。那在这个实习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希望说可以推广重要的施工的安全，还有施工的品质，很相对的施工环境的提升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蓝领的部分跟工班师傅的尊严，把它提升上来，一个尊严工作跟经济环境相对的一个相辅相成的状态。计划启动代表建筑教育迈向新的里程碑，不只推动 BIN 技术的发展，同时解决市场的欠工问题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